家又係祈禱嘅時間啦，請大家一齊起立，一齊宣告神嘅名。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哉！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於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耶和華，沒有能比你的，你本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萬國的王啊，誰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嘅尊榮，也不能比你。你們要站起來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永世無盡。耶和華，你榮耀之名是應當稱頌的，超乎一切稱頌和讚美。你唯獨你是耶和華，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並天上的萬象，地和地上的萬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軍也都敬拜你。耶和華我們的父，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耶和華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我們的神啊，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予智慧人，將知識賜予聰明人。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萬民啊，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嘅聲音向神呼喊，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嘅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說：阿門！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門！乃14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阿門！哈利路亞！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啊，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我聽見好像群眾嘅聲音、眾水嘅聲音、大雷嘅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哋一齊嚟同心禱告。主，我哋靠着你嘅大能大力作剛強嘅人，求主為我哋穿戴神所賜嘅全副軍裝，叫我哋能夠抵擋魔鬼嘅詭計。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唔係與屬血氣嘅爭戰，係與那些執政嘅、掌權嘅、管轄呢個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屬靈氣嘅惡魔爭戰。所以要乃神所賜嘅全副軍裝，好在磨難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呢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站穩了，要用真理當作大箭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嘅鞋穿在腳上。我哋拿着信德作盾牌，可以滅盡惡者一切嘅火箭。要戴上救恩嘅頭盔，拿着聖靈嘅寶劍，就係神嘅道，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警醒不倦，為自己嚟祈求，為遠處近處嘅家人嚟祈求，為鄰舍嚟祈求，為社區嚟祈求，為城市嚟守望，為國家嚟祝福，為萬族萬民求平安，為教會嘅復興，求親愛聖靈充滿教會，賜教會有當講嘅說話，賜弟兄姊妹能夠為主嘅國度大發熱心，嚟到傳揚福音，願主親自堅固一切。我哋滿心嘅感謝，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我哋一齊咧有個禱告先。天父咧，我哋多謝你賜下你自己嘅說話、詩歌，讓我哋喺詩歌喺你嘅話語裏邊咧，知道我哋都睇到基督為我哋受嘅苦楚，並且佢最後得榮耀。主啊，求你幫助我哋，施恩俾我哋，讓我哋都能夠經歷到咧上帝更多嘅安慰。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阿門。今日咧就係讓你從神領受的與人分享。咁我大家一齊讀呢3節啦。如果你想睇保羅書信，保羅最多比較講個人佢自己嘅嘢咧，特別係哥林多後書。保羅咧分享咗佢好多佢自己個人嘅經歷嘅嘢。咁其中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保羅要顯出咧佢幾愛哥林多教會嘅人。咁我想有2個詞咧，就係想大家今日同大家講嘅，就係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多受同多得，呢個多受同多得咧，呢個字原本咧有一個解釋咧，就係意思就係好豐富，即係基督嘅苦楚係非常之豐富，豐富到不得了，豐富到咧係流出嚟嘅。我哋睇睇另外一個譯本啊，我哋一齊讀。因為基督所受的苦楚，怎樣日流到我們身上來，我們所得的安慰也怎樣藉着基督而日流出去。
一流出去咧，即係多到瀉啊！我哋廣東話嗱，呢個有另外一個翻譯嚟嘅，呢個翻譯都啱嘅，因為原文呢個詞咧兩個意思都有，非常豐富。另外一個咧就係溢流出嚟，英文咧就叫做 overflow。我諗你哋好容易知 overflow 呢個字係兩個字啊 ，over 咗多咗啦 ，flow 就流出嚟啊嘛 ，overflow。所以英文有啲翻譯本咧直情譯 overflow， 即係基督嘅苦楚啊，係多到咧係流出嚟嘅。好啦，咁跟住你可能就問啦，基督苦楚咁嗱，中文啊和合本就譯做話，我哋既多受基督嘅苦楚，即係基督嘅苦楚咧多到流出嚟。去嗰啲跟隨嘅人嘅身上，點樣理解咧？其實咧，我哋一班跟隨耶穌嘅人咧，如果你真係認真信耶穌咧，你同我咧都不能夠幸免於面對基督嘅苦楚。嗱，呢度呢個苦楚咧，呢度苦楚唔係指我哋人生一般嘅苦楚，係基督嘅苦楚，從基督嗰度溢流出嚟。即係我哋點都會行基督嗰條路，我哋跟隨佢就即係跟佢行佢嗰條路。佢嗰條路咧，基督嘅苦楚大家唔使講啦嚇，大家讀聖經讀咁多啦。我哋跟住佢行，佢行嗰啲路，有啲我哋都要行嘅。不過我哋未必好似佢行到十足十咁樣，但係你要付代價啦。所以如果你睇聖經其他嘅，講嘅同一類似嘅嘢咧，就係耶穌話：你跟隨我就背起十字架要跟隨我。即係其實你同我都要付代價嘅。最簡單就係我以前嗰啲人我信咗耶穌啊，佢話我祈禱都唔可以喺阿爸阿媽面前祈禱啊。我睇聖經要匿入廁所睇啊，呢啲呢啲都係付代價啦，係咪啊？即係呢啲都係因為你跟從基督，你要渴慕佢，跟隨佢，而因為佢。呢啲苦楚先臨到你啦，係嘛？我諗你哋多多少少都有啊，或者最簡單一個道理就係，你發覺你信咗耶穌之後咧，你同以前嗰啲未信耶穌嗰啲班朋友咧，有啲嘢傾唔到喎，開始，因為啲價值觀唔同啊。以前你同佢癲啊，同佢玩啊，乜乜乜，你今次話我唔去癲去玩，我翻團契、翻教會去聽道理啦，係嘛？咁咪已經唔同啦，係嘛？因為你信基督。而因為你要承受嘅一啲嘅苦楚，但係呢度咧，保羅就唔係停喺嗰度。佢話：我哋所受嘅苦楚點樣溢流到我哋身上咧？因為基督，我哋所得嘅安慰咧，也怎樣藉着基督而溢流出去。啊，和合本咧就將個意思譯咗出嚟。佢話呢啲苦楚咧係我哋受嘅，從基督嗰度受嘅。我哋多受咧，但係同時保羅講一句好安慰嘅説話，你就會多得安慰。即係話基督嘅安慰咧，對於嗰啲信靠佢嘅人咧，係 match with 你啲苦楚嘅。即係如果你苦楚係咁多咧，佢拍住上，甚至更多。哇！你話犀唔犀利啊？嗱，保羅咁樣分享咧，我諗起咧，上帝呼召保羅嘅時候，根據《使徒行傳》第9章嗰度講，佢話佢對主對我亞拿尼亞講啊，佢話我也要指示他，呢個他就指示保羅，即係掃羅啦。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即係命定咗啦。呢個已經係保羅嘅一生係命定咗啦。佢要為基督受許多苦難，佢要作外邦人嘅光，呢個係佢嘅上帝俾佢嘅召命。所以保羅喺呢度咧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啦。雖然我哋多受基督嘅苦楚，但係我會多得基督嘅安慰。咁啊，如果你睇呂振中呢個翻譯咧，我哋唔單止要得到更多安慰啊，我哋仲要將上帝俾我哋嘅安慰啊拎出嚟同人哋分享。當我哋經歷一啲困難嘅時候，然後我哋就用上帝俾我哋嘅安慰去幫嗰啲周圍有需要嘅人，好叫佢哋得到上帝嘅安慰。所以佢話：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樣患難的人。我講幾個實例俾大家聽。
你哋後生嗰啲可能冇聽過，你有冇睇過《暗室之後》呢本書啊？有啊，咁你都要同我唔會撐太遠，你先至睇得過。你都唔識㗎啦，好後生嗰啲真係唔識㗎啦，你哋。嗱，《暗室之後》咧，佢係1890年至1984年，佢係清末嘅時候歸信耶穌基督嘅。歸信耶穌基督之後，後來佢因為病，令到佢將雙目咧係失明。咁呢個喺佢自己自傳嗰度寫出嚟嘅。咁佢寫出嚟之後咧，佢嗰度介紹咧，佢話後因佢係失明喺暗室中嘅堅持信仰嘅經歷，就能夠發現了在絕望痛苦中，通過靈性力量獲得光明嘅心路歷程。咁喺佢嘅自傳裏邊，佢咁樣講咧。當時咧，佢話好多人咧嚟探佢嘅，啲基督徒嚟探佢，啲體嚟探佢，想去鼓勵佢，要佢加油啊，乜啊咁嚇。點不知咧，呢一班人咧反而得蒙佢安慰翻佢哋，鼓勵翻佢哋。其實安慰呢個字咧可以譯鼓勵嘅，好多英文版本咧係譯鼓勵，就唔係譯安慰嘅。所以兩個意思。如果你得安慰咧，即係你得鼓勵啦；如果你得鼓勵咧，即係你得安慰，得到上帝安慰。即係蔡素娟呢個作者咧，好明顯咧，佢係經歷到上帝好多嘅安慰，以至到嚟探佢啲人咧，反得佢嘅安慰。呢啲安慰咧係上帝安慰佢嘅。嗱，呢個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嚟嘅。佢如果唔係行過嗰條路咧，佢係冇辦法喺佢分享上帝嘅安慰嘅時候咧，成為周圍嘅人嘅安慰。大家都有冇去探病啊？又應該有個探病。應該你哋都可能經歷咗一啲好實際嘅嘢，即係你去探一啲人嘅時候咧，啲人同你分享咧，上帝點樣幫佢，點幫佢行過條路，佢哋幾艱辛，特別咧有重病嗰啲人，佢同你分享嘅時候，可能佢都唔知佢同你分享嗰啲嘢咧，對你有啲咩影響㗎？佢即係照講嘅啫，可能佢講嗰陣時咧都唔容易嘅，但係你聽嗰啲人咧，就得鼓勵、得安慰，因為你知道他們都在神的手中。表面上咧，佢哋好似喺醫生嘅手中，喺姑娘嘅手中，喺啲專家嘅手中，但係其實佢哋嘅生命喺神的手中。即係我哋好多嘢咧，交俾醫生咧，嗰啲有病咧，好似表面上咧就喺人的手中，但係你會睇到咧，其實你同我咧都係神的手中。喺神的手中咧，你就好定啦。但係喺人的手中咧，你就話：哎呀死啦！佢會唔會失手嘅咧？嚇！但係如果你知道哇，上帝掌管萬有啊，所以我哋就為啲醫生祈禱，開刀要好準。而家當然有 AI，仲可能仲準啲添，都唔定啊嚇！我唔識啊。我同師傅最近去探一個軟弱嘅肢體，佢都得過一個好嚴重嘅病。佢嗰陣時咧要處理3個問題，就要嗱嗱聲搞掂佢，因為佢要醫病啊。佢話第一，佢話咧都唔知點，佢個故仔好長啊，我都講唔到啦。總之都唔知點樣咧，上帝為佢預備一個咧好 top 嘅醫生，好頂級嘅醫生。呢個頂級醫生咧，仲唔係做一個普通醫生嚟嘅，佢仲係教其他醫生嗰啲級數啊！你可以想象啦嚇，喺醫學院教人哋嘅，咁真係好犀利啦。咁啊揾到你話，你唔知點樣揾到啊？點樣轉嚟轉？第二，咁佢要計下條數，哇！住私家醫院搞唔掂嘅喎，咁咪梗係要去政府醫院，唔係話即刻就有喎。啊，上帝又唔知點樣搞，又俾佢搞到喎。咁第3樣最難搞啦，就係保險。你知保險公司咧，如果你要同佢講話，我呢個病入吸唔吸發到咧，哇，好複雜我俾你聽，唔容易噶。佢要睇得好多細嘅條文咧，係你平時唔會睇嘅，因為啲字好細嘅，連買保險嗰個人都未必睇到咁詳細。就算我哋識英文都未必睇得明啊！你唔係識唔識英文嘅問題，你唔識嗰啲terms，你唔知觀念。佢話啊，真係諗住真係好難搞。喂，點知1個禮拜之內，佢搞掂晒3樣嘢，佢睇翻轉頭係冇可能嘅全部。
咁你哋知道他在神的手中咯。咁我哋咧就覺得哇好犀利，上帝真係好犀利，咁都得嘅，有乜可能啊？呢三樣嘢都冇乜可能㗎。醫院揾到咁 top 嘅醫生，揾到保險公司可以搞掂一啲好複雜嘅嘢，都一個禮拜之內搞掂喎。然後跟住佢就可以開始佢嘅治療。保羅咁講，佢話我哋多受基督嘅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嗱，後邊嗰句嘢緊要啊，就唔好停咗喺前邊嗰句。多得安慰，上帝我哋經歷嘅苦楚，上帝俾我哋嘅安慰係 match 翻晒嘅，全部拍住上，甚至更多。你話幾大嘅鼓勵咧？係咪？我哋大家一齊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你就係咁真實，讓我哋咧喺讀你嘅說話嘅時候，心得安慰鼓勵。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阿門。跟住咧，我就要繼續為一個祈禱啦。呢個祈禱咧就係為中東祈禱啦。今次要祈咧有啲新嘅嘢啦。求主興起好鄰舍為中東成就和平協議。嗱，我唔講好鄰舍啲新聞住嚇，我先講講呢位大總統咧，最近喺白宮咧就簽行嗰一項咧行政命令，就回應嗰個傳媒問題，就講到中東嘅局勢咧。佢話咧，美國會喺2至3週內撤出伊朗，並只在美國離場前有可能與伊朗達成協議，還強調伊朗比我更想達成協議。他又補充，美國不需要與伊朗達成協議就能結束戰爭，還強調當我們覺得他們被逼回到石器時代，因為佢炸咗佢哋好多嘢啊嘛，無法製造核武器時，無論我們是否達成協議，我們都會離開。希望你聽得明啦嚇，我費事解話啦。咁但他未具體透露所謂協議嘅具體內容。咁佢就話佢重新主張早前有關疏導霍姆茲海峽航道嘅主張，強調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咧，應該係其他國家嘅問題。並表示咧，確保航道嘅安全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佢話海峽裏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不管。咁我想講啊，我話求主興起好鄰舍咧，因為有一件事喺美國總統未宣布之前，呢個消息咧就已經係開緊會㗎啦。應該呢2日開完㗎啦。就係咧為期2天嘅會談咧，喺週日喺巴基斯坦嘅首都舉行，由巴基斯坦外交部嘅部長咧主持嘅。咁啊，佢哋咧就喺呢個會議裏邊咧，就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同埋仲有一個國家咧，就都係中東嘅。咁點解會係巴基斯坦咧？大家可能問啊，即係同巴基斯坦有咩關係咧？第一，巴基斯坦同德黑蘭咧有好密切長期嘅關係，喺隔離嘅啫。同埋海灣區嘅地區嘅其他政權咧，保持着緊密切嘅聯絡。而巴基斯坦嘅總理同埋巴基斯坦嘅陸軍參謀長咧，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建立了私人關係，咁先有得傾啦，係嘛？佢點做中間人啫，係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就喺度開咗個會2日。呢2日咧就根據半島電視台駐德黑蘭記者講咧，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着美國和伊朗之間關鍵性對話嘅角色，作為調解努力的一部分。許多人認為咧，就喺伊斯蘭堡，即係巴基斯坦嘅首都舉行呢次會議咧，係一個關鍵進程嘅開始。而這一進程包含了唯一可行嘅選擇——外交與對話。不過咧，佢哋就講啦，佢話暫時咧就冇消息咧，美國同伊朗咧會加入商討嘅。呢個係第一步啫。配合埋咧美國總統嘅宣佈咧，我哋大家俾心機祈禱啦。感謝主，我都冇放棄。我諗上帝真係有佢嘅時間，我唔知啊。
希望今次願佢所講嘅成就。我哋一齊禱告。使人和睦嘅人有福啊，因為他們被稱為神嘅兒子。主要根據近日報道，為期2天嘅會談於近日喺巴基斯坦首都舉行，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主持。會後，外交部長表示，雙方討論要盡早永久結束該地區戰爭嘅可行途徑，以及在伊斯蘭堡舉行美伊會談的可能性。巴基斯坦已準備好主持有意義嘅會談，以結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嘅戰爭。外長部主持對話與外交係防止衝突、促進區域和平和諧嘅唯一可行途徑。我哋將參與促成和平嘅前景交俾主，求主掌管美伊國家領導人嘅心思意念。願他們有主持嘅恩典，能夠以史為鑑，特別是從人類曾經走過2次世界大戰及數以萬計嘅大小戰爭帶嚟嘅禍害同埋經濟損失，得以懸崖勒馬。正如經上所記，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民都有定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甚至佢哋都有愛人民嘅心，能夠作出治國智慧嘅抉擇，好叫他們在管治下國家嘅人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如經上所說，帝王藉我坐過，為君王藉我定公平。求主使用巴基斯坦總理和陸軍參謀長之前與美國總統建立嘅私人關係，為願主帶領巴基斯坦穿插於伊朗長期聯繫嘅海灣地區，以及美國總統之間個關係，最終得以成為中東和平促進者。正如經上所說，使人和睦嘅人有福。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好開心咧，一齊咧又為到教會祈禱啊！咁之前咧有7次啦，藉著咧啟示錄式教會咧，我做咗7個為教會祈禱嘅安排。嗱，咁跟住繼續咧點咧咁啊？我就希望咧能夠藉著保羅書信咧，對教會嗰啲嘅鼓勵啊、加力啊，咁都成為我哋嘅幫助啊嘛。嗱，咁至於咧，我首先講講咧，想講腓立比教會啦。咁腓立比教會咧係保羅第一間喺歐洲建立嘅教會，呢間教會咧係好支持保羅宣教，甚至自己有時唔捨得食，都預先撥出嚟去支持保羅。保羅欣賞佢，並且喺其他嘅教會裏面，特別例如哥林多啦咁啊，去不斷去欣賞、去讚賞呢個腓立比教會。不過總之係咁，腓立比教會咧都有好多外憂內患嘅問題。外憂係咩啊？因為當時咧有個好勁嘅異端啦，叫諾斯底，係咪？我成日喺度戰師弟戰師弟主義啊！咁另外咧就當時就話拜凱撒啊，或者咧係好多政治嘅逼迫啊，使到好艱難。而另外內患方面咧就當時有啲嘅大家爭拗啦婦女們嘅爭拗啦，或者咧係有啲嘅假師傅假先知、假教師啦保羅稱為犬類啊，出現呢啲問題。咁保羅其中有咩鼓勵佢咧？咁我覺得好好嘅一節經文，就係腓立比書1章9節，一齊讀嘛。好，唔該。嗱，呢個經文咧，大家都好直接、好熟悉，係咪？不過有2個字眼咧，都似乎幾吸引嘅，就係知識同見識。咁係咩嚟嘅咧？咁知識係咪即係 ABC 咧？咁當然唔係啦。咁知識咧就係指係即係對聖經真理嘅認知，特別藉此可以明白神嘅心意，同埋與神親近，可以藉此與神親近。而見識咧指一啲係即係可以話一啲世俗嘅做法，係能夠讓咧係得嚟嘅知識可以好順利去傳遞到其他嘅人，讓對方能夠接受同埋去明白嘅。咁知識見識嗱2個咧都彼此之間咧係互為影響喎，好似一銀嘅2面缺一不可嘅，缺一不可，其實非常重要啊！兩者合併咧對教會有好大嘅幫助，好大嘅幫助。不過嗱，或者咧好似睇咩似咩咧？似我覺得似主耶穌喺馬太福音10章16節啦，佢話咧我哋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係咪啊？我覺得咧就即係個知識咧，好似叫我哋能夠馴良像鴿子啊！見識咧就好似叫我哋能夠靈巧像蛇，所以兩者都好有密切關係。咁不過咧，學者佢最強項係咩咧？就係偷竊、殺毀壞。
將我哋原本好嘅嘢全部倒轉去扭曲佢，係咪啊？例如咧知識咧，我哋哇好中意睇聖經啊，好中意咧就即係去查經啊、研經，好非常好。不過有時查兩查之後，你識唔識呢句啊？先背先，嗱又背漏咗啦，係咪？我冇你咁喎，即係有時會咁嘅情況出現喎，係咪啊？又或者咧，我聽過咧有間教會，咁個牧者咧同啲執事們開會嘅時候咧，咁執事們有啲唔同嘅意見，個牧者不斷用好多聖經嘅知識一路講，於是執事都唔知點樣回應，啞口無言，咁於是就停口，咁於是個牧者嘅意見就得逞啦。一個就係知識反之避雷，係咪啊？咁見識一樣喎，見識原本咧就等於一部機器裏面嘅潤滑劑，使到教會更加能夠暢順去運作啊。但係反之嘅，往往咧就牧者都可能會有時利用呢啲係使到咧成就佢自己嘅心裏面所想。我認識有間教會咧，咁佢哋咧就有兩個牧者之間有不和，咁其中一個牧者咧就聯同咗其他執事，於是咧當開會嘅時候咧投票佢就贏咗，另外嗰個牧者咧就被排擠咗出嚟。嗱，呢啲係情況一樣。哇！咁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我哋點去處理咧？咁啊，或者我哋睇到咧，當我哋面對呢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就正正好似保羅講另一節經文啊，都係有知識嘅。講咩字咧？我睇到嘛，哥林多前書8章1節。嗱，呢個係下嚟噶，呢個大家都識背咁滯嘅。個知識能夠使人咩啊？自高自大係咪啊？嗱，呢個知識咧，記住咧，就唔同頭先嗰個腓立比書嘅知識喎。呢個知識係指一般世間嘅知識，明唔明啊？即係當你哇，你攞咗，即係你咩啊？你學士啫，我碩士，我博士喎，係咪啊？但係陳太絕對唔係咁，我相信我可以坐喺側邊啊，即係會咁嘅，係咪啊？就會自高自大。即係我哋諗翻嚟，好多時候咧，我哋原本喺腓立比書1章9節個知識咧，一個好好，使到我哋同主好親近嘅目的係叫我哋更加明白神心意。但係我哋唔知點解被惡者誘導我哋咧，一路降 grade 降到為咧林前8章1節個知識，自高自大。啊，見識都一樣嘅喎，係咪？好似頭先講，原本就係嗰教會裡面一啲潤滑劑嚟嘅，但係因為被惡者不斷去喺我裏面做咗好多扭曲功夫，同樣見識都使我哋自高自大，一樣。咩啊？咁點算咧？不過好感謝主，其實保羅咧喺兩聖經裏面咧已經擺咗解藥。我睇翻頭先1章9節啦，腓立比書1章9節。嗱，佢最尾嗰句咧就係多而又多，係咪啊？多而又多。嗱，如果字原來解呢，唔係即係並非一潭死水，係指不斷有活水湧流，越湧越多，越湧越多。嗱，原來咧湧湧多唔係指知識同見識，係指咩啊？係愛心。嗱，知識見識你可以學到翻嚟，而家愛心呢個字咧就係指從主而嚟嘅愛。我成日講阿加皮係咪啊？即係從主而嚟嘅愛，你學唔到噶，一定要向主呼求嘅。所以其中第一樣嘢，我哋最緊要向主呼求係咩咧？就係我哋嘅喺主裏面嗰個愛心。而當我哋有主裏面嘅愛心多而又多嘅時候咧，跟住帶領住知識見識咧，哇！咁就冇得彈，冇得頂啦，係咪？嗱，同樣頭先嗰句咧嗰句頭先8章1節考大家啦。頭先話咧，知識使人自高自大，下一句係咩咧？忘記咗添。係啦，好犀利啊！果然好犀利啊！唯獨愛心能夠造就人啊，唯有愛心係咪啊？即係愛心同呢個字同一個字嚟嘅，同一個字。即係保羅一早擺咗解藥，記住知識係好，但係更重要就要愛心帶領住知識見識，咁教會就好啦。咁我哋懂得點樣呼求咯，係咪啊？即係等於咧，我哋大家知道係咪啊？啟示錄講出教會第一間係以弗所，主點樣去鼓勵佢啊？重拾起初嘅愛心，一樣係咪啊？我喺教會服侍嗰陣時候咧，我認識一位姊妹同工嚟嘅，佢係幹事，我好欣賞佢。我睇到喺佢生命上高咧，好有嗰份嘅愛心喺度。我特登預備到嘅時候，再問清楚佢啦。佢話佢由2000年開始到今年，即係26年啦，係咪？佢不斷喺教會裏面咧做一個服侍，就係咧功夫班。佢好多時候咧就無論喺唔同嘅公屋啊方面咧，黏晒好多嘅即係啲海報啊咁諸如此類嚇，就係咧話有免費嘅功夫班啦，特別服侍啲基層家庭。咁佢基層家庭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藉此咧就去無論去見證主啦，或者同佢分享，然之後再探佢哋家庭好多啲板間房劏房諸如此類。我記得有一次咧，嗰陣時我仲喺教會服侍嘅時候，
咁嗰時我就導盲犬 Walker 啦。咁我哋咧每逢星期四嘅大約2點到啦，咁我哋咧2、3點到，咁我哋咧就會上嗰個公屋其中一個公園，我就鋪開塊大布，鋪大布之後咧叫 Walker 瞓咗喺度。咁瞓咗喺度咧就似蜜蜂嬲蜜糖咯，好簡單擺到啲細路仔就湧埋嚟噶啦。個個埋嚟睇咩咧？摸下點？好驚，好驚。咁你跟住就好傾偈噶咯，係咪啊？傾偈嘅時候咧，跟住咧可能啲媽咪都喺附近噶嘛，咁跟住都係佔咧就走去同啲媽咪傾偈。傾到上咗之後咧，跟住我哋不如咁啦，我哋上去探下你屋企啦，都係附近嘅啫咁啊。我哋搞都係附近。咁我哋傾之後咧，發覺哇，當我探嘅時候咧，有時都好難想像，有啲板間房啊、劏房嘅時候，我去到之後我唔敢喐噶。點解呢？因為咧一方面好多雜物，第二方面好黑，我更加睇唔到。第三方面我拖住 Walker， 佢一撞就咁冧晒，不得了咁樣。咁但係個節目好悠然自得，走嚟走嚟，同呢個傾嘢，同嗰個傾，哇！我真係好欣賞佢，好欣賞佢。我睇到即係個愛心嘅知識同埋見識上高，真係多而有多。即係嗱，如意我有10秒鐘嘅時間去真係去安靜祈禱啊！我哋教會裏面今日我哋係單單焦點知識同見識啊，還是我哋更加呼求主嘅愛心充滿我哋當中呢？無論我哋嘅生命，我哋教會一樣，好嘛？10秒鐘。主多謝你，多謝你。係啊，你話咧，你嘅愛咧係好似活水湧流，並且你嘅愛咧係直到永遠，係永不止息。主多謝你，主啊，我就願意咧喺愛在當中，我哋嘅心向你呼求嘅，你無一叫我哋失望。你話祈求嘅得着，尋找尋見，叩門給我哋開門，並且我哋大大張口，你使到我哋同我哋教會都得着充滿。主多謝你與我同在，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主祝福我哋。各位特禱者，咁我哋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就會特別為到咧大埔宏福苑嘅居民咧去禱告。咁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呢一場嘅火災裏邊咧，都好多好嚴重嘅死傷啦。咁咧個死亡嘅人數咧，就係受傷人數咧都係好多嘅。咁咧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就其實舉行緊一啲聽證會嘅。應該今日咧就係第7場嘅聽證會。咁咧，其實面對個聽證會裏邊咧，即係唔同嘅人去作工啦。第一日裏邊亦都有啲播出一啲嘅求救嘅時候嘅一啲電話啊，咁或者咧裏邊咧包括係管理公司啊，或者消防嘅工程公司咧都有啲作工。其實咧喺呢一啲嘅證供裏邊咧，啲人嘅為自己嗰個當時處理嘅所作出嘅決定或者回應咧，去做一啲辯護嘅時候咧，或者做一啲陳述嘅時候，其實咧聽到嘅居民咧，好多時候都會覺得即係好唔開心嘅嚇，因為可能當中裏邊有啲覺得唔係同事實相符喎，有啲可能聽到嘅時候點解當初你唔可以即係行多步，可以盡責一啲咧？件事情係咪可以避免咧？所以好多災民咧係睇翻呢啲信息嘅時候咧，佢哋都即係唔想再聽翻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就喺呢段時間咧，政府都預備緊咧，安排佢哋由4月20號咧去到5月4號咧，就分批咧上翻去咧係收拾嘅。咁咧，我諗大家睇新聞都睇到啦，就其實每一次咧就最多4個人上去。咁可能有啲樓層有啲單位咧個情況嚴重啲咧，甚至可以只係1至2個人入屋嘅啫。咁咧，其實佢最多逗留3小時。咁咧因為佢哋已經喺嗰啲樓層裏邊咧，其實已經係冇 lift 噶啦。咁所以啲居民如果想去攞完嘢之後咧，落翻嚟嘅話咧，其實係唔容易嘅。但係第二樣嘢咧，亦都即係個樓梯啊各方面咧，其實個狀況都唔係咁理想咯。咁我諗長者一定唔可以咧想去攞嘢，然之後落翻嚟啊。咁亦都唔會有廁所啊。咁其實個環境咧係好唔理想嘅。同埋咧即係啲我諗大家睇新聞都睇到啦，就係其實社署咧都會有一啲嘅安排俾佢哋睇咗啲嘅評估，睇下佢哋適唔適合上去，同埋咧就睇翻啲相嘅。咁其實我琴日朝頭早咧去到大埔咧去支援啲災民嘅時候咧，即係做一啲心理嘅支援嘅時候，其實有啲災民咧佢都睇翻呢啲居民睇翻，其實佢哋當時咧個火災嘅時候咧，佢就唔喺屋企，所以咧佢就跟住咧就未翻過屋企嘅。咁睇翻啲相咧，就發現原來間屋企咧燒嘅程度係比佢想象中咧係嚴重好多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好難接受咯。
因為佢哋初初都希望可以係個狀況唔係咁差啦咁樣。因為就算同一個樓層裏邊咧，其實每一戶咧可能個風向唔同咧，方向唔同，可能佢哋損毀程度都會好唔同。咁有啲係暫時都未有相係睇到啦。咁咧其實要上翻去咧，去翻呢一個嘅現場裏邊睇翻個景況咧，其實係一件好，我覺得都幾痛苦嘅事嚟嘅嚇。即係因為你要諗翻起，尤其是如果當時佢喺災場裏邊逃生出嚟嘅時候咧，咁嗰種情景咧都會令到佢哋係好唔容易去經歷嘅。咁所以成個過程裏邊咧，我哋真係好需要為到啲居民咧去禱告嚇。佢可以上去嘅時候，佢要面對咧，亦都唔容易。唔能夠上去嘅，留喺下底一個社區中心去等嘅時候咧，其實佢心裏邊又覺得即係好無奈啊嚇，即係好似啲嘢又唔可以睇翻。咁咧，其實成個過程裏邊咧，求主嘅平安咧都係當中。咁我哋咧就為到幾件事去禱告啦。第一咧就喺個聽證會裏邊咧，其實求主咧真係個公平公義喺當中。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咧，啲居民係好需要一個咧係一個真相係點樣樣嚇。咁咧，所以神嘅公平公義咧，要係成個聽證會裏邊嘅根基。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為到要上去嘅居民咧，求神都保守佢哋嘅心咧有平安。同埋當中裏邊咧，其實一戶一社工咧都係協助佢哋做一個好重要嘅統籌安排。咁咧，求神都俾一戶一社工嘅社工咧，能夠有能力啦嚇，能佢自己去面對嘅時候，其實佢都社工咧都要承受好大嘅壓力啊，同埋佢自己都會可能都面對嗰度嘅情況之下咧，都有二次受創傷啊咁啊出現啦。咁我哋都需要咧為佢祈禱啦。咁咧亦都有好多嘅機構咧，都希望喺當中裏邊去參與嘅。但係咧，越多參與呢陣時就會混亂嘅嚇。咁啊，所以個安排同埋協調咧，都需要好多嘅安排同策略啦。咁咧就因為有可能有傳媒報導啊，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啊。咁咧，但係求主成件事裏邊咧，喺佢嘅掌管當中，讓到咧所有災民都能夠平安度過嚇，過渡去到一個復原裏邊。我哋一齊咧去祈禱。親愛天父，喺大埔宏福苑5級火釀成嘅嚴重死傷，喺災難過後，居民嘅心呢，其實係滿是破碎同埋痛苦。主啊，求你憐憫呢受災嘅群眾，安慰嗰啲失去家園同埋親人嘅人，賜下力量，使佢哋能夠堅強面對未來。因為我哋相信神係幫助我哋，係扶持我哋嘅性命嘅。主啊，近日咧居民咧係聽咗多場嘅聽證會。喺當中裏邊咧，所有嘅證供或者嘅表達咧，可能都引起咧居民心中嘅怒火或者係無奈。主啊，求你去平息，叫主嘅公平公義咧係整個過程查明真相嘅根基。掌管咧獨立委員會嘅每一位委員，佢哋要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不憑耳聞，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咧判斷世上謙卑人。所有作證人士咧都要以誠實作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要用謊言咧掩飾佢哋嘅過錯同詭詐。主啊，求你嘅光咧照明一切嘅黑暗，讓到真相咧能夠顯明出嚟，讓到咧居民咧會睇到咧喺佢所身處嘅社會裏邊咧係一個公平公義嘅社會。主啊，又求你去憐憫，因為咧喺除咗聽證會之外，居民仲要面對上樓收拾嘅過程，面對家園嘅損毀，回想咧痛惜家人嘅傷痛，同埋咧喺一個逃出災場嘅過程。主啊，其實實在叫人咧心痛同難過，甚至係一個咧唔容易面對嘅過程。求主施恩憐憫，保守佢哋嘅心，保守整個過程咧都喺神你嘅平安當中。又求主咧去幫助一啲未能返到家中執拾嘅居民，叫佢哋能夠將佢心裏邊一切所記掛嘅，都能夠交託俾主。除佢心中裏邊嗰種無奈，或者咧佢哋唔知道咧有啲乜嘢係好重要，而係唔知道攞唔攞得翻呢一種遺憾咧，主啊，就求你去撫平，保守佢哋嘅心懷意念都喺神嘅平安當中。主啊，又求你咧去使用一戶一社工呢個安排。所有嘅社工咧都能夠按照居民嘅需要咧，提供咧適時適切嘅支援，個支援服務咧能夠做得更加到位。主啊，求你加糧賜力俾所有嘅每一位社工，叫佢哋嘅心靈強健，面對災民嘅傷痛，每戶唔同嘅需要，
若係淨係靠佢哋嘅知識、經驗同能力，實在無法應付，亦都會覺得有心無力。唯有主耶穌可以叫佢哋喺疲乏中咧重新得力，唯有藉着聖靈嘅能力，叫我哋心裏邊嘅力量可以剛強起嚟。唯有透過禱告，我哋先至能夠有智慧，同埋愛心咧、耐性同居民同行。主啊，災後復原咧係一條好漫長嘅道路，唯有你係與我哋同行，唯有你與居民同行咧，佢先至可以平安度過。神啊，就求你引導喺呢一個即係復原同重建嘅道路上邊，去保守每一位居民咧，佢都能夠係平安度過。又求神咧，你賜下智慧，叫到香港政府咧喺統籌整個過程，同埋將來咧喺安排居所上邊咧都有智慧同埋策略，讓到所有嘅安排咧都能夠咧係一個對所有嘅居民嚟講咧都係一件好嘅安排嚟嘅。主啊，我哋再一次咧將到香港都交俾你。喺今次呢件事件裏邊咧，我哋睇到香港可能以往裏邊都有好多嘅行政上邊嘅漏洞。神啊，就求你藉住呢一次嘅經驗，能夠將呢啲漏洞咧都完全去堵塞，可以咧即係再一次咧係真係糾正過嚟，以致香港咧能夠成為一個更加安全、係更加能夠保障市民嘅社會。主啊，就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我再一次將到所有居民咧都帶到神你嘅施恩寶座前，求你憐憫，同求你幫助佢哋。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平安。咁今日嘅禱告咧，就係為到嚟緊一個新嘅行動喺香港出現嘅，就係呢個2蚊2節嘅情況啊。咁好啦，咁啊話說咧，喺好多年前咧，咁我咁多歲數啦嚇，咁跟住咧有人就問我，佢你知唔知60歲就可以游水都半價㗎？我唔知喎，游咗半年都唔知喎，咁就無端端俾咗全費。咁另外搭城巴咧，原來有一個位咧話俾我哋聽咧，60歲嘅人咧又係可以俾半價車費。我亦都唔知，因為好簡單，你第一就唔記得咗自己60歲，感謝主。第二咧，你唔到嗰個歲數，亦都冇人同你講，亦都冇人敢問你幾多歲，係咪啊？不過2年前咧，有姊妹又問我，你知唔知有長者津貼㗎？咁我唔知喎，咁又試下打去網頁睇下。咦，合格喎，我哋感謝主喎。不過你唔合格都感謝主，因為證明你存款甚多或者有物業，係嘛？咁但係我同牧師咧就感恩咧就有呢個嘅福利啦。咁啊好多其實咧睇清楚啲咧，去到咁嘅歲數咧，原來政府係俾咗好多福利我哋嘅醫療券啦。原來2蚊車咧，應該我65歲嗰陣時又開始應該有噶啦。咁咧原來係2012年已經有噶啦，即係話14年前已經開始有，係咪啊？但係今日我哋收2蚊2節就已經有一啲人硬聲攞2蚊，俾2蚊時又唔覺得要，哎呀多謝政府啊，咁冇乜人講喎。咁但係感謝神，2蚊叫做2節，目的係咩咧？就係等我哋咧唔使浪費資源，又唔使逼咗人哋啲位。即係我講我哋嘅意思係講老友記嚇。咁所以咧其實係應該嘅。況且咧，如果我哋可以參與呢個2蚊2節嘅話咧，我哋無端端咧亦都幫政府慳翻幾多錢啊？有冇人知啊？5億5千萬啊，妹妹哥哥好多㗎。你同我如果係即係搭2蚊車嘅人咧，都係有呢個貢獻，幾感恩係咪啊？哇！咁應該如果有電視訪問我同你咧，你記得感謝天父俾我哋有份參與，少少回饋俾社會，係咪啊？幾好啊！感謝主。講翻去嗰個醫療咩長者津貼，仲有一樣好好啊！原來75歲咧睇醫生係唔使，即係去政府醫院睇醫生攞藥乜都唔使錢喎。哇！直情冇辦法相信，以前又唔覺嘅，因為而家好多嘢都收費，係咪啊？哇！乜嘢都要收費，咁所以啲人咧好多真係難聽啲怨聲載道。不過佢點樣怨都好啦，佢申請咧又多數得到一啲嘅減費啊。咁其實政府真係好聽我哋啲心聲嘅，弟兄姊妹。
即係你唔好淨係聽人哋喺度吟沉沉，其實個個去申請咧，當然佢會睇你個 account 嘅。如果你真係百幾萬咁，梗係冇理由資助你啦。好似我有個朋友佢話：嗱，俾你半年，不過你唔可以去旅行㗎呢半年，咁係咪算好好啊？哎呀，冇得去旅行咯！我話你想點先？你俾多啲藥費啊，抑或俾去旅行啊？咁咪唔去咯，咁係咪？即係最後即係有得選擇嘅。其實人都係總係咁，即係點都好啦。我哋真係要存感謝嘅心，所以今日神俾我哋香港人長壽咧，都係恩典嚟㗎。就係因為我哋識得去感恩，仲有識得去做嘢，知唔知啊？你唔好爛攤大手板，政府我有幾千蚊啊，飲茶仔啊，乜嘢下午茶乜都有份，咁就揞腳咧。對唔住，你唔會活得好開心。但係今日感謝神，正如好似聖經話咧，佢話你哋年老嘅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所以好多時候你唔記得咗幾多歲。感謝神，因為你係真係充滿神嘅恩典，同埋為佢使用你去結果子。咁全都係神嘅恩典。咁但係咧，亦都祈求神咧去堵截嗰啲即係貪心啦。譬如好似醫療券啊，好多人咧去睇下中醫，咁就叫佢買900蚊嘅花膠咁啊，補條氣啊，或者買咩咁呢啲嘢咧，求神都俾政府知道點去監管，以至到唔使浪費好多嘅金錢。咁所以我哋為香港有感恩嘅。咁再我相信2蚊2折大家都知㗎啦。特別我哋2蚊人士，咁所以咧係加少少嘅咋，即係過海巴士12個9加6毫子嘅咋，6毫子咋，所以唔使嘈嘅。咁你即係恩典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咧鼓勵下政府啦，話都感謝神呢個德政繼續嘅延續嚇。咁所以我哋而家祈禱，希望咧4月3號開始咧，我哋所有2蚊嘅老友記咧都開開心心搭斜。俾多少少冇問題啊，都係我哋嘅福氣嚟嘅，因為施比受真係變為有福嘅，好唔好？好，我哋一齊嘅禱告。經常記着說，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嘅喜樂係你哋嘅力量。聖經又講到，佢話年老嘅時候仍然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主啊，我哋好感謝你，因為你甚愛我哋所有嘅老友記。我哋好感謝你，因為你為我哋所有嘅老友記預備咗好多唔同嘅組織去關心我哋，譬如教會啦，有好多團契啦、長者團契啦、機構啦，好似義樂基金咁咧，去探呢個嘅大澳嘅老友記啦，一啲嘅長者服務中心啦，俾佢哋去關心所有嘅老友記嘅身心靈各方面，以至到咧我哋所有呢啲老友記呢度群體嘅生活有彼此嘅關心。有屬靈方面嘅餵養，有唔同知識嘅學習，唔單止增見廣聞，亦都有好多嘅話題去彼此嘅去鼓勵，又可以與時並進。主啊，我哋都更加感謝你咧，感動政府恩待咗我哋好多嘅老友記。喺2012年咧，你就開始俾我哋有呢個2蚊嘅乘車優惠，以至到我哋啲老友記可以周圍去，唔使掛住昂費嘅交通費咧，係韞咗喺屋企。主啊，呢個實在係政府一個好大好大嘅德政。雖然嚟緊嘅日子會實施2蚊2折嘅車費，但係相信呢個目的一定唔係因為想加價，而係想減低呢個長車短搭嘅習慣，避免咗資源嘅錯配。主啊，求你俾我哋所有老友記真係能夠謹慎嘅留意，以至到我哋唔會覺得有啲咩嘅影響嘅。反之咧，俾我哋能夠睇到我哋可以參與呢個5億5千萬嘅收入嘅時候，我哋就要樂意而行。主啊，我哋再一次求你祝福所有老友記，好快適應到呢個2蚊2折嘅新嘅方案，而且好樂意接受，因為能夠可以有機會回饋一少少俾社會，都係我哋嘅福氣，係值得去感恩嘅。所以求主幫助我哋所有老友記咧，唔單止係享受社會俾我哋嘅福利，亦都能夠喺唔同嘅層面識得嚟到點去付出，無論係金錢上邊、時間上邊，能夠可以活出有意義而又有豐盛嘅人生。主啊，我哋真係求你俾我哋所有嘅老友記能夠認識神你自己嘅恩惠，亦都能夠靠耶和華你嘅喜俾我哋嘅喜樂，得着力量。
主啊，我哋真係願所有老友記都能夠身體健康，能夠咧認識主。我哋活到100歲咧，自己都識得照顧自己。感謝主，我哋咁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弟兄姊妹平安。係基督受難節裏邊咧，我哋應該要點樣嚟去思想咧？咁啊，嗱，通常嚟講咧，遺言咧，即係人離世啦，佢個遺言咧，就好希望聽嘅人咧，可以繼續佢嘅工作落去嘅。咁基督喺佢釘十架嘅時候咧，都有7句説話嘅遺言嘅。咁我哋就今日睇下呢7句遺言嘅裏邊咧，我哋點樣學習禱告咧？咁首先我哋睇下求主俾我哋一個特別嘅心，我哋一齊禱告。天父咧，你嘅話語就係咧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今日基督喺十架上邊嘅呢啲嘅提醒，我哋都要活喺我哋嘅生活裏邊。願主教導我哋感謝神，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嗱，咁耶穌第一句說話咧，佢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嘅佢哋唔曉得。咁呢個係第一句嚟嘅。咁嗱，呢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唔單止求主赦免我哋，仲要同我哋求情啊。佢哋唔曉得。好多時咧，有一啲人咧，即係譬如話咧，佢拜偶像，你就唔好話佢拜到七彩，即係佢唔明，佢都唔明神係真係得一位，佢唔明啊嘛。所以你代求咧，其實好重要嘅，係咧，佢唔明白或者佢睇唔到，唔識得諗，擔當不起，呢啲都係代求者嘅一啲嘅為嗰啲有困境裏邊嘅人嘅祈求嚟㗎。咁第二句咧就話咧，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喺個樂園裏邊啦，咁啊，要同我喺樂園裏邊啦。咁當時點咧？咁啊，當時基督咧喺十架上邊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走去嘲笑佢，即係話你咁叻，咁啱你自己啊，咁啊嚇。咁所以咧喺睇呢啲過程裏邊嘅時候咧，連同埋基督一齊釘十架嘅左右都有一個人嘅，咁啊嚇。咁有一個都係去嘲笑耶穌啦。咁但另一個咧就話，佢話耶穌係無辜被釘嘅。我哋唔應該咁樣笑佢嘅，咁仲要求耶穌啊，佢話咧，你得國嘅時候咧，求你紀念我。咁耶穌點樣答佢啊？佢話今日你就同我喺樂園噶啦，咁啊嚇。嗱，咁喺我哋思想係呢一個人，佢係釘咗十架，喺好高嘅。咁佢個對話裏邊咧，樓下嗰啲人都可能好近啦，你就可能聽到嘅啫。我相信可能佢屋企人都唔知佢信咗耶穌啊。即係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要知道一樣嘢，有陣時咧。我哋信咗耶穌，我哋屋企人都唔知，或者有啲人咧信咗耶穌，佢屋企人都唔知喎。我記得有個人咧就咧，佢嘅媽媽就離世嘅，咁佢就喺度聽佢阿媽就好慘咯，都未信耶穌就走咗啦咁。咁我話你阿媽日頭有冇去啲老人中心㗎？佢有，咪去嗰間點點點嘅咯咁啊。我去嗰間，我話你媽可能信耶穌嘅咯喎，點會咧？我都冇同佢講過，你冇同佢講啫，我就同佢講啦。即係咧，我就去過間老人院㗎，咁啊嚇！即係我所有去到呢啲咁地方嚟，我一定次次同佢決晒志嘅，咁啊一句一句同我跟住我講嘅，咁啊。佢話佢肯咩？肯啊！老人痴呆都肯嘅。總之呢就神嘅恩典咯，咁啊。佢個仔唔知，不過咧神真係好大恩典。所以保羅咧就話咧，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係神所賜，也不是因為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係好重要嘅。好啦，除咗呢一個同釘十架呢個人之外咧嚇，咁耶穌睇到佢阿媽嘅時候咧，佢都咁講喎。佢話咧對佢媽媽講，佢母親看你嘅兒子，佢就指著約翰嘅當時，又對嗰個門徒講，看你的母親。嗱，咁睇到咧，耶穌咧唔單止佢係神子，仲要俾我哋知道咧，佢係人子，係人嘅仔嚟嘅。佢明白我哋嘅情況嘅，只要我哋肯諗下辦法。俾你能夠去諗下辦法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與此同時，神已經預備咗答案噶啦。睇下你能唔能夠一路堅持落去嘅啫。如果唔係咧，你唔會有呢個思維噶嘛，係咪啊？如果上帝俾我諗，我可以點樣做咧？咁啊，可以做得佢好啲嘅咧？咁啊，嚇！即係咧，我最近咧諗個問題，我哋如果叫人哋祈禱咧，我哋唔可以即係話咧，你一齊嚟祈禱啊咁啊，我唔可以咁樣講法嘅。咁樣講咧。好被動嘅。如果嗰個人話唔得閒，佢又唔祈咯，冇乜需要佢又唔祈咯，你又唔可以鬧佢噶嘛，係咪先啊？即係你一定要去講樣嘢，就話咧要佢咧，哦好啊，我嚟啊咁啊嚇。咁我究竟點樣講佢先去答我一樣嘢？好啊，我嚟啊咁啊嚇。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知道一樣嘢咧，就如果你想好啲嘅話咧，神係會教我哋嘅。
因為呢個係佢俾方法你嘅前奏，只要你死纏爛打，唔好放棄，神一定咧會教我哋嘅咁嚇。好啦，亦都係咧跟住落嚟嘅時候咧嚇，你睇到咧耶穌咧唔單止即係宣告佢自己係神子啊，佢仲係人子嘅話咧，係安排佢阿媽日後嘅生活嘅。咁亦都係咧喺佢就嚟到離世之前咧嚇，佢就喺度呼求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即係喺呢啲嘅呼求嘅裏邊咧嚇，我哋知道人咧唔可以離開神，因為咧耶穌當時咧佢喺客西馬尼園嘅時候咧，嗰啲汗咧係咩豆咁大粒啊！即係佢睇到一樣嘢就係咧，佢好痛苦嘅。當時佢痛苦唔係因為就係死喎，話俾你知，而係佢知道咧佢好快咗佢嘅質地啊，生命裏邊嘅質地要改變，因為佢要孭晒世人嘅罪喺身上啊嘛，嗰啲邪惡喺晒佢身上噶咯。咁所以咧，神離棄咗我哋嘅時候咧，係好痛苦嘅事嚟嘅咁啊。所以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咧，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所諗嘅嘢咧，一定要係黐住上帝先得嘅。如果唔係咧，我哋離開咗神嘅話咧，我哋會覺得好無助、好痛苦嘅咁啊！求主嚟到幫助我哋。咁亦都係咧，喺佢呢一啲嘅過程裏邊，雖然佢咁辛苦都好，不過佢最終講咗一句：我渴了咁啊！嗱，呢個我渴咧，當然佢係根據聖經裏邊咧嚟回應啦嚇。咁但係喺最重要，即係話咧，喺佢嘅心靈嘅傷痛嘅裏邊咧，身體嘅乾渴嘅裏邊咧，佢仍然咧嚟到掛住點樣成就嗰個救恩嘅。喺經上邊嘅説話裏邊咧，佢要進入呢個能力嘅裏邊嘅咁。咁所以佢咧釘身十架嘅時候咧，係渴求救恩臨到每一個人嘅咁。咁呢種個渴咧，就唔係話佢口渴咁簡單嘅，而係渴求某一樣嘢可以成就。佢當時嚟講就係神嘅救恩要喺呢個世上嚟成就嘅。咁你諗下喺佢釘身十字架嘅時候咧，係真係好痛嘅喎，你知道，好唔簡單嘅喎。喺呢一個咧，係真係咧係可以走翻轉頭都得嘅喎。喺佢喺客西馬尼園嘅時候，就已經係好知道辛苦噶啦。嗰陣咧，譬如你計佢可能有2日時間咁樣嚇，佢真係可以走嘅喎，可以真係唔做都得嘅喎。但係咧，佢係堅持落去，佢係渴求咧呢個救恩能成就。如果呢個渴求咧係咁緊要嘅話，我哋要反問下我哋自己，我哋有冇為侍奉神咧有渴求嘅咧？有冇能夠即係為咧救恩能夠傳揚我哋一個渴求嘅心嘅咧？唔係即係話咧，佢信唔信冇辦法噶啦咁啊！你要記住，冇辦法就係有辦法嘅前奏。咁你要唔要鼓勵你自己先得噶嘛？係咪先？係咧，我哋應該要識得嚟去鼓勵自己嘅咁嚇。所以呢個渴字咧好緊要嘅。我哋諗下自己，你渴唔渴求嘅咧咁？因為咧，如果我哋唔渴求嘅話咧，我哋唔會做嘅。你知唔知啊？你唔做都冇人理你噶，係咪先？冇人話你嘅喎，冇人知道你話你想唔做噶嘛。去到神先知道，問你自己都會知道咯。咁所以俾我哋自己一個渴求嘅心，喺呢個渴求裏邊咧，就俾我哋能夠係完成神俾我哋嘅工作啦。咁所以耶穌就話咧，成了。耶穌喺十架上面咧完成咗救恩咧，係為世人咧付清全部嘅罪債。睇到佢嗰種堅持咧，完成咧上帝俾佢嘅呢一個嘅使命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咧係咧知道，我哋喺地上工作都要努力完成神俾我哋嘅託付。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嘅。啊，到最後嘅時候，佢話父啊，我將我靈魂交在你手裏。嗱，如果我哋知道咧，我哋生命嘅下一步係點樣去法，或者我哋離世之後咧，我哋點樣去法，點樣能得到嗰個嘅神嘅帶領嘅話咧，係最好嘅。如果我哋唔係信耶穌嘅話咧，我哋唔知道人離世之後咧，仲有地方去。係因為信咗耶穌之後咧，我哋知道，我哋知道有永生同永死嘅路嘅。咁但係咧，我哋知道耶穌佢話：我將我靈魂交託俾天父，係一個最大嘅宣告。因為咧，我要喺神嘅國度裏邊可以直到永遠啊！咁嚇，咁盼望咧喺呢一個嘅受難節嘅裏邊咧，我哋再次嚟到思想咧，上帝自己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哋求主咧幫助我哋。我哋都能夠喺神嘅裏邊蒙神嘅帶領咧，我哋能夠咧喺當中咧嚟到咧去更加之有能力嚟到為神所用。我哋一齊咧嚟去禱告，求主咧幫助我哋。耶穌嘅遺言，最後嘅7句遺言，能夠強化我哋侍奉神嘅心志。我一齊禱告。深愛世人嘅主，感謝你喺我哋咩都唔曉得嘅時候，就為我哋釘身十架上，叫我哋能夠得着救恩。叫我哋可以嚟到神嘅寶座前。今日我哋奉主嘅名為不同事情代求嘅時候，
更要有柔和謙卑，用諸般嘅聰明智慧，將人帶到神嘅施恩寶座前。主啊，我哋深知無論我哋處於咩光景、背景點樣、身份點樣，主都將救恩呢賜俾我哋，令我哋悔改，令我哋歸回神國，令我哋認識真理。因為主係神子，有能力改變我哋嘅生命。主你亦都係人子，明白世人嘅不足同埋缺乏，你必會加能賜力俾我哋，叫我哋有能力走在蒙救贖嘅路上。令我喺光明中行走去主，求主嘅話語令我哋走喺光明嘅路上。我哋立志永遠跟從主，渴求主嘅話語，渴求認識主嘅國，渴求傳揚好信息，渴求領人歸回神國。心願創始成終嘅主帶領我哋完成所要肩負嘅生命工程，在跟從主嘅話語中得着指示，喺患難中能夠站穩，喺等候中全然信教。因為那為我哋釘身十架嘅主已經為我哋開咗一條又新又活嘅路，叫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嚟到神嘅施恩寶座前，叫我哋可以為世人代求，為萬國列邦求平安。感謝神嘅深恩，奉那為我哋釘身十架嘅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我哋一齊起立宣告耶穌已復活。和平之君拯救世人嘅主，求主和平嘅國度臨到戰亂中嘅國家，為他們止息刀兵，為他們折弓亂槍，把他們的戰車焚燒在火中，叫各地嘅戰亂都要完全止息。但願在國與國之間嘅鬥爭、民與民之間嘅爭議中，展開和平嘅對話，化解仇恨，廢掉冤仇。求主施恩成就。滿有權柄大能大力嘅主，願主嘅道指示教會當行嘅路。主啊，願你嘅聖靈挑旺教會嘅心，叫眾教會速速前來等候主嘅命令。主啊，求你差遣我哋出去，我哋要領命前行，為主大發熱心，以熱心、愛心以及諸般聰明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帶到神嘅面前。慈悲嘅天父，求主憐憫那些失去家園、失去至親的，在他們身邊興起好鄰舍，成為他們的幫助。甚願他們能夠接受安慰，得着醫治。求主以慈愛和誠實來圍繞那些困苦嘅人，願他們能夠遠離苦境，叫他們末後嘅恩比先前嘅恩更大。憐憫世人嘅主，願一切心靈疲乏者都得蒙主為他們爭戰，叫一切消極負面嘅思想都要遠離他們，
願他們心裏時常想起主嘅話語，重現生命嘅盼望，得着主所賜嘅恩典。甚願那些面對困境嘅人士能夠得着主嘅扶持，靠主站立得穩，心靈強健，勇敢面對困難，有心力繼續前行。賜下禱告權柄嘅主，求主在這末世年代興起禱告嘅心，願我們能夠時刻警醒，為城市禱告，為國家守望，更為普世列邦代求。求主在這世代中坐着為王，賜下平安。又願主親自向世人講說話，願你們平安。主啊，天地要廢去，你的話也不能廢去。願平安圍繞我們，願平安在我們心中。而家就係俾小問安時間啦，願你平安，願你嘅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嘅都平安。而家有請鄺偉恆牧師頒布上帝嘅賜福。聖經如此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主啊，你為我哋勝過一切嘅過犯，為我哋嘅罪孽壓傷。你吃盡痛苦，喝盡苦杯，受盡苦刑，卻使我哋得平安，得醫治，得拯救。你受死復活升天再來，為人類帶嚟新希望。主啊，在幻變嘅年代，卻真假不分，求主賜下分別是非嘅能力，遠離惡事，不作假冒為善，不作賄賂，不貪便宜，不受欺騙，作光明嘅兒女，彼此守望，高舉基督，求主保守一切。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與平安，常與我們同在，特別與敬虔嘅新一代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